Eh bien, la Palme d'Or, à l'unanimité, à Maurice Pialat pour Sous le soleil de Satan。講起 Pialat 就一定會提到1987年嘅康城影展。喺嗰一年，佢打低咗 Wim Wenders 嘅 Wing of Desire， 得到咗佢渴望咗好耐嘅獎項同認可。但與其講嗰年嘅判決好有爭議，不如講大家其實都唔中意 Pialat 呢個人。喺 Pialat 上台之後，佢對住台下噓佢嘅觀眾揮拳，並講咗以下嘅説話。Je ne vais pas faillir à ma réputation. Je suis surtout content ce soir pour tous les cris et les sifflets que vous m'adressez. Et si vous ne m'aimez pas, je peux vous dire que je ne vous aime pas non plus. 呢個就係 Pialat。中意佢嘅人會為佢辯護，講佢係自 Renoir 同 Bresson 之後最具啟發性嘅法國電影作者。但係有更加多嘅人唔中意佢，因為佢整喊過 Sophie Marceau。Sean Yana 拒絕上台拎獎，因為佢接受唔到佢要飾演喺 We Won't Grow Old Together 入面嗰個極為粗魯、不斷情感虐待伴侶，甚至會出手打人嘅男主角。但更加難接受嘅係佢呢個角色就係 Pialat 嘅化身。佢嘅脾氣暴躁，經常喺片場對住其他人大嗌，令自己同演員陷入一種極大嘅困境，幾乎係佢拍電影嘅方法論。喺佢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影史上深刻嘅角色背後，佢自己好似一直處於一種被誤解嘅狀態，但佢往往又不屑辯解。Arnaud Desplechin 講過，對後來法國電影影響最深遠嘅導演唔係Godard而係 Pialat。Godard 將電影帶到去一個令人沮喪嘅終點，佢令到所有嘅年輕導演無路可走。而 Pialat 一直以怨恨敵視新浪潮聞名。Serge Toubiana 憶述佢同 Pialat 嘅經歷嘅時候，講 Pialat 嘅怨恨同嫉妒激發咗呢個男人嘅生命力。Moi j'étais dans le trou, il y a un côté humain qui s'appelle je crois l'envie. C'est d'ailleurs l'envie, pas forcément dans le mauvais terme, dans le mauvais sens du mot. On a envie de, et les autres font, on fait pas. On peut pas être indulgent très longtemps, surtout si en plus on trouve que ce qu'ils font c'est pas terrible quoi. 佢係一個典型嘅反影迷，幾乎否定一切電影嘅成就，同時佢都否定自己嘅電影。Olivier Assayas 講過 Jean Vian 同 Pialat 一樣，對所有人感到憤怒，尤其係新浪潮。Pialat 同 Jean Vian 唔同，佢錯過咗新浪潮，而 Jean Vian 喺新浪潮未成氣候嘅時候已經參與其中。Pialat 曾經大力批評過新浪潮只會拍一啲冇意義嘅資產階級電影。有人會形容佢係一個憤世嫉俗嘅電影大師。早喺1960年，佢拍咗一部批判戰後法國城市發展嘅 essay film《Love Exists》。佢尖鋭咁批評咗現代化、士紳化摧毀咗過往法國嘅生活模式，製造出更深嘅階級城鄉差異。鄉郊地區亦都變得更加荒蕪。佢亦都將目光望向咗嗰啲被遺忘嘅鄉郊孩子。呢個主題亦都喺之後嘅《Naked Childhood》同林間小屋中再次出現。喺呢個時期嘅 Pialat 可以見到佢同 Renoir 嘅直接關係，具有情緒意象嘅自然景色同運鏡。立意亦都比同時期電影筆記派嘅影迷電影深刻嚴肅。喺巴黎屬於我哋之前，我哋首先要熱愛佢，甚至技法上都唔會比相同上市嘅 Chris Marker 同 Anna Hennessy 差。佢悼念住往日巴黎嘅美好時光，亦都以呢一則短片發出佢最後嘅抵抗。就如片入邊所講，奇蹟同幸福正在悄然消失，但片名揭示咗佢嘅態度，愛確實存在。後嚟佢嘅電影亦都醖釀出更深嘅絕望感，喺 Mouth Agape 之中抵達一個高峰。直到1968年，40幾歲嘅佢先拍咗第一部電影。甚至 Naked Childhood 係得到 Truffaut 嘅支持先拍得成嘅，呢個成為咗佢嘅道德債務。佢唔認為 Truffaut 係一個好出色嘅電影人，佢
佢只係非常好彩，可以一年一套咁拍住佢嗰啲平凡嘅電影。佢講嗰個野孩子係佢拍嘅，一樣冇人睇，只係因為佢係 Truffaut 先會有人睇。佢總係冇辦法避開同新浪潮導演嘅比較而受傷。佢彷彿渴望住一種專屬於佢嘅愛。喺經歷咗600年所謂嘅電影末日之後，70年代嘅電影人夾咗喺一個相對邊緣嘅位置。前面有60年代嗰班受矚目光鮮嘅新浪潮電影人，後面就有80年代嘅新巴洛克電影。Piella 錯過咗新浪潮嘅原因，或者唔可以全部歸咎喺運氣唔好，亦都因為佢嘅靈感同對電影嘅想像植根於佢年輕時候嘅法國，嗰個屬於戰前戰爭期間嘅法國。70年代呢班後浪潮導演，本質上可能先接近電影筆記所推崇嘅 Renoir 同 Bresson。Piella 對應嘅係 Renoir。Jean Eustache 對應嘅係 Bresson， 佢哋嘅電影都擁有高度嘅自攝，場景挪移到法國南部嘅鄉郊，底色係30年代法國電影遠離大都市，如同神話一樣嘅鄉村生活。當時仲有堅守地下電影嘅 Philippe Garrel 同埋被遺忘嘅 Jacques Coursy， 幾乎否定一切電影嘅 Piella。Renoir 嘅衣冠禽獸成為咗佢電影嘅唯一參照。同樣將嗰個被遺棄嘅角色孤立喺一個充滿生命力嘅世界，最後犯下肆意嘅暴力行為。角色周圍嘅物質世界都好具體清晰，但佢否定任何嘅道德判斷同任何心理學嘅揣測，亦都減去咗衣冠禽獸入面 Jean Gabin 喺憂鬱、溫柔同殘酷之中撕裂嘅皺眉特寫。電影保持喺一種完美嘅距離感，呢個就係 Piella 嘅現實主義。佢嘅鏡頭永遠拒絕慣例，場景永遠唔可以預測，每個場景都喺度專注發掘角色嘅動作同手勢。後來呢一點喺林間小屋入邊有更細緻嘅表達。佢嘅鏡頭唔係以劇情嘅連貫表達為主，動作同手勢被獨立分割開，唔遵守一種因果序。佢嘅場景有陣時會陷入一種長時間嘅憂鬱，而顯得沉悶同過度依賴對白。但係往往突如其來本能式嘅衝動，會破壞所有嘅寧靜節奏。角色嘅情緒係矛盾嘅，佢哋嘅道德困境陷入一種不可知嘅狀態。François 上一個鏡頭會為婆婆嘅去世悲傷哭泣，但下一個鏡頭就會見到佢拎石頭掉陌生人嘅車。有人會覺得 François 好衰，唔識得感恩，但係又有人覺得佢嘅本性唔衰而幫佢講說話。呢個就係 Piella 最具爭議嘅地方。呢種愛恨交纏嘅矛盾張力構成咗佢同佢角色嘅人格。Nick de Charwood 好難唔同 Truffaut 嘅 The 400 Bros 作比較，嗰個擁有太多相同之處嘅男主角 Antoine。The 400 Bros 用咗好多篇幅去塑造 Antoine 嘅家庭背景，呢個都好似為 Antoine 後面好多反權威嘅叛逆提供咗合理嘅解釋。同時 Truffaut 亦都借 The 400 Bros 表達出佢對育兒態度、學校教育同法制上嘅洞見。相反 François 喺電影入邊幾乎係一個小惡魔，即使後嚟俾一對友善嘅老夫婦收養，得到孩子成長應有嘅愛，佢都冇辦法控制自己做出毒害他者嘅破壞性行為。The 400 Bros 最終以 Antoine 嘅主觀視覺行到去最後嘅海邊，見證咗一個屬於現實主義迷惘嘅盡頭。但係 Piella 冇將電影推向一個社會學嘅分析或者一個瘋狂嘅高潮。喺拍攝前，佢針對咗寄養兒童進行咗1年嘅調查。喺電影入面，好多一絲不苟嘅細節都真實反映咗寄養兒童嘅處境。佢發現咗呢啲由一個寄養家庭轉到另一個家庭嘅兒童，佢哋嘅自殺率非常之高。但佢喺電影入邊拒絕呈現呢一個現象。佢講呢個會成為電影嘅高潮，但某程度上呢個係喺度取悅緊觀眾，而我喺度試圖賤賣我自己。